去行行咧。大家来画牛仔小酒问咯。日头牛仔，昏红牛仔，树仔牛仔，花蕊牛仔，阿爸牛仔，阿母牛仔，朋友牛仔，牛仔牛仔，牛仔牛仔吃饱未？牛仔牛仔吃饱未？你好无？我真好。你好无？我真好。牛仔牛仔，大家拢牛仔。日头牛仔，昏红牛仔，树仔牛仔，花蕊牛仔，阿爸牛仔，阿母牛仔。朋友牛仔，牛仔牛仔，牛仔牛仔吃饱未？牛仔牛仔吃饱未？你好无？我真好。你好无？我真好。牛仔牛仔，大家拢牛仔。跳舞爬树，看册画图。新的一天，有新的心情，想起伤心过去都会笑嗨嗨。牛仔牛仔吃饱未？牛仔牛仔吃饱未？你好无？我真好。你好无？我真好。牛仔牛仔，大家拢牛仔。牛仔牛仔吃饱未？牛仔牛仔吃饱未？你好无？我真好。你好无？我真好。牛仔牛仔，大家拢牛仔。日头牛仔，昏红牛仔。来哟来哟，来这会搅拌完。跳树倒树包办完，跳树倒树包办完，跳树倒树包办完，跳树倒树包办完。中华肉圆通人知，台中肉圆好滋味，台南肉圆有虾仁，斗阵来洗牙齿，洗齿咧，食肉圆，好食，食甲真欢喜。跳树倒树吹肉圆，跳树倒树吹肉圆，跳树倒树吹肉圆，跳树倒树吹肉圆。中华肉圆通人知，台中肉圆好滋味，
吊手倒手气爆丸，吊手倒手气爆丸，吊手倒手气爆丸，吊手倒手气爆丸。真欢喜，食肉丸，食真欢喜。哇，食到足饱的哦！要去做伙了去，进来进来。袂晓讲台语的朋友，咱会当安怎做啊？改教，改教，对，改教台语。啊，搁有咧，袂歹听台语歌。哦，会使做伙听台语歌。土良有啥物想法？该做伙耍。哦，该做伙耍。伊听无的所在，才用伊知影的语言甲伊解说。哦，真诶，你做大心的甲解说。啊，后面老爸，你感觉咧？用台语甲因开讲。哦，用台语甲伊开讲嘛会使对无？哦，我嘛知，我嘛知。哦，你袂使等等甲伊做伙看。
语咯出人无这本册哦。安尼，咱会使学少济台语，大家做成做台语好朋友。哇，真赞呢！唔那家己讲，咱嘛招身躯边的朋友做伙讲，而且唔那是台语，咱今仔日嘛有拄着讲客语的朋友，讲原住民语的朋友。台湾是一个多语的环境，因嘛是摕因的宝照，大声讲家己的话，做伙找好朋友哦。来，这个北海猪你好，足古锥的，我唔捌看过北海猪生甲遮古锥吼。你叫啥物名？我叫方玉蕊，嘛会当叫我阿蕊。阿蕊，阿蕊，你好，你几岁我9岁。 9岁吼，拢真大汉啊呢。啊，你当时讲台语，你敢知？差不多幼稚园甲1年。幼稚园甲1年较开始讲，所以算是较慢咧讲啦。你但是你讲了真好呢。对。哇，啊是厝内底啥物人拢会甲你讲台语？阿爸、阿母、个阿公、阿妈。哦，阿爸、阿母、阿公、阿嬷全家伙啊，拢做伙讲台语，无怪你会学啊遮尔好啦。啊，你几岁？我即马10岁啊。10岁生甲遮悬哦，搭要迄个国中啊吼。啊，你厝内底你当时开始讲台语的？我细汉生出来的时阵，妈妈就甲我讲台语就开始讲。啊，恁厝内底除了妈妈以外，佮有啥物人嘛甲你讲台语？阿爸、阿嬷因拢有讲。哦，阿爸阿嬷拢有讲哦，嘛是真赞的，嘛是自出世的时阵就开始进入个台语的环境内底啊吼。啊，你当时开始讲台语的？唔知，你就是自然就是讲台语，啊，就是一个台语的环境安尼啊吼。就是你出世了后，爸爸妈妈你身躯边的人拢是甲你讲台语的，对唔对？哦，安尼是有安尼真正吼，环境真正足重要，所以爱对大人开始讲，就算讲吼，若讲了，毋是讲介好，嘛是爱家继续讲落去啊。安尼这语言较会继续互人讲落去吼。哇，欢喜的时间实在过足紧的，即马要来甲大家讲再会啊！咱来唱一条再会歌。